拄则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。拄则郭文哲嘛有讲到，伊接受平面媒体访问时，美总统蔡文讲针对咱台湾的价值无讲好清楚。另外，能源政策也有精湛计划，两岸的议题态度嘛无讲好明。下早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参加活动时有上新的回应，咱这回来关心。台湾话说，这个老官嫌个老暖，不过我们也虚心接受各界指教，但。坦白平实的来说，蔡总统就任这3年多来，勇敢改革，并且努力的让台湾不但保持主权，跟台美关系也非常的好。27年来，我们第一次能够再买到新型的战机来保护台湾的安全。进一步来说，在很多的议题上。我们都看到，包括年金的改革也经大法官会议确认核宪，包括在整个胡国利民上，今年我们看到最大的减税让人民有感，而也一再的推出最多的福利，让人民看见，并且让人民都享受得到。那各地各方面的建设。都一再的推出，所以蔡总统领导国家一再的守住我们台湾各方面，并且大步向前。希望大家继续给蔡总统鼓励。这样请教一下，刚刚你提到蔡总统做了很多，那挺韩的名嘴是有提到说韩国瑜最近都做一些阿萨布鲁的事情。那我想请教院长，就您的观察，当您的也是他的算是长官，他这8个月来有做了什么关于市政或者是国政的事情吗？前几天白鹿台风来袭，韩市长就能一大早坐镇灾害应变中心，并且请你到各地看灾，停止了他的竞选活动，这就是很值得肯定跟鼓励的事情。我们多给他鼓励，让他多做一点值得鼓励的事情，其实是很好的。但院长蓝营的人不这样想，他们认为您是黑韩大将，一直酸他。我现在正在鼓励他。院长想请问一下总统啊，因为他前阵子有说那个购买纽约办事处的时候，昨天他讲说他记错了，因为原本是说是在他之前任内的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的时候推动，那他后来说他记错了。那不过买纽约办事处的时候，您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，您自己当时也有处理吗？我想，外交工作很不简单，要做决定，在当时的时空也都很不简单。那无论如何。这都是在上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做的。那蔡总统记错，也已经有跟大众及这个由前院长表致歉。我想这是很务实也很诚恳的态度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外交也是一步一步一路走来，希望国人同胞大家一起来走正确的路。做正确的事，累积起来都是台湾的国力，也都是台湾能让世界看见做好外交工作所必须。不分哪一党执政，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对外，才能拓展台湾的外交空间，才能让台湾在世界被看见，有一席之地。院长9月。